咁多小朋友就會好開心啦。好，慢慢行喎，係啦，企好你嘅位置先。其實嚟緊呢一個嘅護脊操咧，其實大人小朋友咧都可以一齊咧去做嘅。係啦，度個手位啦要，度個手位啦。好，你哋嘅位置喺邊度啊？應該要有小朋友係分第一行、第二行㗎嘛，係咪啊？好高興啊！嚟到呢個舞台。好，咁你哋揾到你哋嘅位置未先？不如我哋一齊咧向我哋觀眾揮下手先，好唔好啊？台上面嘅咁多位護脊操嘅同學仔，揮下手先 ，hello！ 好，當你哋企好位置咧，咁啊迪迪姐姐就會去音樂，你哋開始跳嘅。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未，小朋友？好，咁咧我哋將個舞台交俾我哋，為我哋表演護脊操嘅一班小朋友。護脊操可幫到我，會強健我身心體魄過，所以護脊操也幫到你，以下勤力做就過冇錯。反斗星，知天獨地，頭側側，反一反，知天獨地，少得。流流星，上轉下轉，手唔轉，然後轉又轉，留要記住唔使夾，單單升，提腿壓實腰扭轉，然後跳兩跳，這把經已做完了。我有一雙手，傾空展翅齊飛上，然後拍兩拍，身體好似隻大麻鷹，側腰屈齊打圈，然後得，我要做隻得木鳥，挺腰，雙手按枕像花蝴蝶，維持着這個動作，這把都已做完了。彈弓聲，小腿垂直跨前去，然後再試過，彈下一雙腿，張開手，轉身然後壓前腳，然後轉，身體好似個旋轉星，三角形，環抱頂膝單展翅，兩面試，重複所有做完了。好犀利嘅一班護脊操嘅小朋友，我哋再一次俾掌聲佢哋好嘛？嗱，咁啊，大人細路咧都練下呢個護脊操咯喎，其實。